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今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从开始先来看到法国羽球公开赛10月2日举行4强赛，台湾羽球选手戴资颖对上西班牙前世界球后马林，但因为戴资颖身体无爽快，出现未少失误，最后比输世界球后的宝座，嘛将留予日本选手2万希望。 And a wild smash. 马林这球杀球和戴资颖未负准备，和对方赢一盘。昨暗伫法国公开赛4强赛当中，甲世界排名17的西班牙选手马林比赛。戴资颖虽然脚车听无爽快，但是嘛是赢掉的。不过最后是以16比21、9比21输给马林，无法度进入决赛。戴资颖世界球后宝座嘛将留予日本选手2万希望。 继续来关心选举的新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最近展开竞选的行动，伫昨暗去澎湖走行程，对进前外界批评竞选的支票开伤大路。韩国瑜这次对在地乡亲争取台北海底磅空甲飞机机跑道发言，就加较保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2号暗时到澎湖接受基层群众热情欢迎了后，随即展开甲基层干部座谈。对着有人希望7米飞行机跑道延长，韩国瑜所讲的甲以往来比较，明显是变真保守。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我不能够随便讲一些我到时候做不到，我没有办法交代。我们同意来研究一下。 除了进前伫个悬山去升旗台，也有大专生免费游学者政策受到外界质疑。韩国瑜对在地乡亲的提议，回答讲先以评估为主，随后又有民众建议，台湾甲澎湖交通不方便，会去海底磅空解决2个所在交通问题。我不敢随便承诺，这个比在高山上挂国旗造成的争议还要更大。你看我长得还像很傻的样子吗？哇，韩国瑜这个傻瓜又开始掉到地雷里面了，又开始海底隧道了。所以我的讲法是，这么重大的工程，必须经过评估。惊讲唔到话，各方做文章，韩国瑜唔敢搁再雄雄答应。而倾听之路，也有地方人士问起国民党无分区立委名单，也不过韩国瑜无正面回应。今日早起，伊先到水仙宫参拜，伫澎湖的行程上款是白万万，全力拼选战。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是总统蔡英文昨伫台中积极走竞选的行程，面对韩国瑜讲爱政府出钱，予大学研究生出国免费游学1年的议题，蔡总统嘛提醒，支票开愈大，跳票的可能性愈悬。另外，赖清德嘛对今日开始复选，头一站先去彰化复选寻求连任的立委黄秀芳。 去台中出席全国中药商协会会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求连任，积极经营中台湾。面对国民党对手韩国瑜最近提出爱政府出钱，予大学研究生出国免费游学1档，蔡英文提醒支票开愈大，跳票可能性愈悬。我是觉得已经是总统候选人了哈，要讲政策的话，一定要先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跟规划哈，要不然支票开越大，将来跳票的可能性越大。 另外，对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欢迎答询的时阵，针对死刑议题强调，有的罪恶天地不容，死刑既然判决定案，就该执行，再度引起死刑尊贵的讨论。蔡总统嘛表示赞成苏贞昌，这就是目前整个行政体系的态度。那其实他的态度就是我们整个行政体系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在现行体制下我们执法会非常的严谨跟谨慎。 蔡英文积极复选，面对蔡老婆问题，赶快强调会伫咧上适当的时间提出上好的组合。前行政院长赖清德27就要启动复选列车，头一站会去彰化，和总统分进合击，强调选前甲食力的会较大型复选。那未来呢，会特别针对民进党的立委来予以辅选，会针对包括在立法院表现不错。 而且呢，他也许是因为选票的结构，让他比较吃力的地方，这个我会优先来进行辅选。面对前总统陈水扁也料讲，蔡头皮早就已经确定，赖清德敢若笑笑讲多谢，真侪人拢有家己的看法，我无评论，是毋是要担任副手，嘛是无讲。记者综合报道。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告别立法院，不过还未公布后一步的计划。另外，因为王金平的地方基站实力好，传出亲民党想要甲伊合作。台北市长郭文铁嘛讹了王金平伫政坛的蓝面看，这嘛是王金平上大资产。代表台湾民众党要选胜于南松山选区立委的蔡宜芳，早起成立竞选办公室，嘛是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甲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两个人拢有到场。对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一天告别立法院的时阵，有传出亲民党为着立委选情，党主席苏楚瑜有意思要甲王金平合作。郭文铁认为这是咧放风声。可能性很低嘛，我猜这个也是像这个典型的放风声啊。过去40年来，台湾政治你知道，没有人脉比他广的来。我讲，他那个就是他最大的资产了。民众党要借重他的陆军力量吗？这个常常这样来，可以帮多少算多少。是不是会推荐不知道，不是代替的问题，是我推荐的问题。那有没有跟宋楚瑜来做这个联系，或是都已经有接触了？未来总是会有机会见面。敢会甲亲民党合作，王金平无正面回应，但是伊的地方基站实力加在，若是网络战较高的郭文铁会当甲伊合作，会有机会优待台湾民众党的立委选情。但是两个人敢是有机会合作？郭文铁话唔敢讲甲伤远，顶多是对总统蔡英文讲国会过半，总统较好做代志。提出三党无过半的郭文铁，敢若无安尼想。2000年到现在，2个党都曾经完全执政了啊，结果你们看到什么？如果要下赌盘，应该是猜明年的投票率。我是估计66以下，因为2016都66，没有理由这一次会比66% 的高。在比66% 低的状态下，坦白讲，这对小党相当不利，特别是对民众党。郭文铁指出，明年大选愿意投票选民以哪里的支持者较侪，讨厌民进党甲讨厌国民党的选民有真侪是同款遐的人。台湾民众党的国会席次敢有法度抢悬，佮爱看安怎刺激中间选民行出来投票。记者郭彩干、张国良台北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澎哥日报》，一名男子连续拍蚵2礼拜，原本当作是消化系统出问题，去台北营总检查才知影是心肌梗塞，但是已经错过治疗的黄金期，患者伫手术后1礼拜死亡。医师表示，心肌梗塞出现拍蚵的镜头真罕见，过去50年只出现过一个案例。联合报：英国货柜车39个人死亡的命案有新发展，警察发现货柜内的门手甲窗面有手印，研判死者在生进前可能是真出力在弄门想要逃生。警方嘛涉嫌谋杀罪名扣押25岁货车司机。自由时报：卫福部公布全台湾上低生活费，每年上低生活费调悬的县市分别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金门以及连江县，代表会当申请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的标准变价。在台北市，每户每一个人逐个月所得，若是比24000高价，就有达到中低收入户的标准。过来看到台湾冬季游行伫10月26举行，游行的路线长达5.5公里，希望透过游行呼吁社会理解尊重。另外，现场嘛有不少家长带囡仔做伙参加，表达对性平教育的支持。同志游行正式出发。由着由7色的鸡仔组成的庆第17届冬季游行正式登场，并且以彩虹行动车领队，首先出发的红色大队由台湾冬季自尊热线协会领军，而身穿彩虹衫的冬季冰款运动者纪家伟。游行进前接受访问时讲，欢喜看到台湾通过同婚法，也过性别平等教育依然需要来提升。性平教育、跨国婚姻都继续要努力。如果说是小孩子自己到校外去，那学到的都是很多都是不正确的内容。阻止学校教啊，其实是要把自己的小孩推进火坑。要父母带着囡仔到店来游行，家长认同学校教育应该加入加落实更加多性别平等的观念。不要那么刻意的分男生女生啊，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这样可以玩到的玩具不就少了一半吗？就变成说女生的，他们好像就不会去选择，因为他就觉得那是女生的这样子，就比较局限他们对性别想象。对对对。
不少人真用心打扮来游行，展现身材，也有来自香港民众挑工穿着白色的新娘衫，希望有一天香港也甲台湾同款。香港现在还没可以，所以我希望香港也可以。那你会羡慕台湾现在这样吗？会。游行队伍内底有一寡人拿着红色雨伞，替艾滋病人来讲话。艾滋权益工作者讲，希望替因去除这个无好名声，争取更加多应该有的权益。长照的法令里面，对艾滋感染者来讲，他们如果要去安养机构等等的，可能都必须要暴露他的身份。可是有些安养机构可能就不会让这样子的感染者入住了。游行队伍对台北市政府前空场出发，沿着中孝东路到凯道，游行的路线有5.5公里遐长，超过200队的队伍加入。主办单位用同志好处边真侪口号，呼吁社会对无同性倾向的人，拢有相款的理解，也有尊重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所来是地方新闻，苗栗县有民众甲朋友去冤家寄连哥野刀仔，警察赶到位利用新告尾防止挂伤的手套将刀仔抢过来，顺利压制嫌犯。警察接到报案，赶紧赶到现场，这查甫人的情绪真激动，摕着刀仔甲朋友伫冤家，警方先甲按打一下。怎么啦？是不堪路人尿尿。原来这查甫人有进一步的伤害行为，甲这查甫人暂时扣掉咧，也毋过伊手也摕着刀仔，警方这时阵用棍仔甲伊拍落去，所来赶紧甲刀仔迄伫边啊。所以他扬言拿个刀子，那我们第一时间把他带回来，做一个管束。警方真紧甲刀仔抢过来解除危机，就是靠这双防刮手套。戴着手套了后，用保护双手，清脆玻璃也唔惊。面临牙刀的歹徒时，也是配合其他用具来使用。这是多了一个保障，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不是把它刀子打下来以后，我们要赶快把，对不对？把刀子推开啊！因为今年7月发生伫嘉义的汽车顶面抬警察案件，苗栗警方8月买了886箱的防刮手套，希望避免基层警察伫处理冤家相拍也是纠纷时，互野刀嫌犯伤到。也不过有基层的警察认为，也是环境水较实用。辣椒水也是还可以有一段距离，就是比那个你就不必太接近它，一喷就可以喷到，那个就是近距离。他拿什么刀出来，你也有时候他刀是藏着，你没有看到，还是美工刀那个很小，那个就很利，比较能够防不胜防啊。退休的警察讲，面对冲突，确认对方有攻击的行为时，警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离环境水用个避免真菌来接触，相对较安全。防刮手套入油虽然真好，不过使用时机甲安全使用应该建立更加完整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司法院针对学生的权益做出解说。学生若是因为学校教育管理受到无适当或者是违法的侵害，会当提起行政诉讼。尤其这摆放宽诉讼权，中小学生嘛会当提出行政救济。校长伊用无合规定，学生有可能按学校规定记警告，但是即马敢若会当申诉再申诉。因为我们在做学生自治，我们会看到很多案例是，比如说学校教官啦，或是甚至校方对他们可能小至罚站啊，大至警告啊，甚至小过大过等等。的确有申诉管道，可是一般学生不会主动去没有办法主动去了解。大法官伫咧民国100年时做出解说，放宽大学生会当伫咧退学以外，对侵害受教权甲其他基本权利的处分或者是措施提出行政诉讼。25阁做出第784号解说，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阵，必须互因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正当法律定数公平审判，才会当马上有效救济的机会，袂使因为身份的无同就无。就某种程度就恢复，就说让我们去肯认说，中小学以下的学生，他基本上在法律上也跟一般的人民一样，享有一定的申诉救济的权利。校园内底特别权利关系被拍破，扩大到中小学学生。戴孝明这个团体认为是真大的突破。教部表示，这个解说会更加提醒学校去注意定规定的时阵，敢有适合。包括程序正义啊，比如说你要让他有表达意见的机会，第一你要处分他，第二你的规定的定见。戴孝明指出，中小学学生因为也未成年，未来会当由法定代理人来提诉讼。立案儿童权利公约实行法，学校相关的法令若是侵害自由甲人格发展，就要修正，嘛参考学生意见，提供申诉救济庭事。记者综合报道。
明年的总统大选，青少年无投票权，但是根据联合联盟上新调查显示，高达8成的儿童青少年同意社会代志甲家己有关系。嘛，伫立法院举办离校高峰会，高中生上台，针对家己关注的社会议题来质询政府官员。还未有投票权的青少年，免怎如何互政府听因的声音，嘛直接来关心社会问题呢？会在立法院有一场离校高峰会，青少年变成立委，第一届徛上质询台，这群为花莲来高中生，爱政府官员说明，免怎来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那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比如说酗酒，你要怎么解决？那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保护师来回？好。比如说亲子教育，那如果家长他本身他就自己就不想学啊，那要怎么？他自己不想学，那你那个成效的效果是不好。是，所以亲子教育分几个层次哈。当你发生了这些所谓的家暴事件被通报了哈，那还有最后一道机制就是强制性的。李校关心社会议题并不是少数，联合联盟年中透过问卷调查11岁到14岁学生。1687份有效的问卷当中，有8成的离校同意社会代志甲家己有关系，但只有2成3对社会议题积极表达意见。有高中生就希望政府会当提供更较好的管道，互因发声，让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正式的，或者是很可以直接对谈的管道，可以让我们直接去做谈话这样子。举办这届离校高峰会，联合联盟指出，青少年对表达意见的比例低，通常受过负面的经验，包括红骂，甚至是听罚。呼吁父母、老师多多鼓励囡仔来表达意见，互因为关心家己的权益甲社会代志做起，累积培养将来变成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记者林俊贵、俊林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阿拉巴马州今年5月通过上严格对台禁令，不管台离的发展阶段，嘛不管是毋是因为被性侵才有心，拢禁止对台。有人讲这是女权倒退路。除着爸母啊，穿着红色外衫，是为妇女打扮正做加拿大女作家代表的小说《死女的故事》内底，论做生囡仔艰苦的女性。这套服装已经真做美国抗议北大妇女对台权的代表了。But this is u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tate House protesting that decision that was made that day. 美国阿拉巴马州今年5月通过上严格对台禁令，除非危及有心妇女的性命，不管台离发展阶段，也不管妇女是不是因为遭受强暴乱伦而有心，一律禁止对台甲囡仔提掉。违反这项禁令，操作手术的医护人员应面临上悬99年的有期徒刑，引发全美舆论争议。阿拉巴马州州长在签署法案的声明中讲，这项禁令的目的就是要来打官司，推翻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保障妇女有对台权的罗素韦德法案。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Life will return to fruitfulness and sweetness and the way America used to be before Roe v. Wade. So we've been praying ever sinc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ay until that happens. 川普2016年甲希拉蕊辩论时，就讲要推翻罗斯韦德法案。伊上任了后，提名2位大法官，其中一位法官卡瓦诺接替支持同性婚姻、对台合法的甘乃迪大法官。而今年已经有16州想要立法限制对台权，不过大部分拢予法官走动，冻结也是暂缓实施。不过阿拉巴马州的对台禁令有加11加16正式生效。因为川普政府今年宣布，提供对台服务的医疗机构拢会被踢出政府补助名单，造成真侪诊所关门。阿拉巴马州即阵敢剩3间离异。It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if the clinic was closed because we would have to try to figure out something else. 民调机构培优研究中心今年8月民调指出，7成美国人无希望罗斯韦德法案被推翻。也过随着川普在位，保守派大法官伫最高法院处理多数，各州一直限缩对台法案，女性权也受到影响，让美国民众真感慨，感讲人权真正爱行登去古路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一帮大联盟的消息，自外卡一路拍入世界大赛华盛顿国民队，连续赢2场，才转来华府进行。不过国民队第3场比赛则是以1比4输去。2
国的美国华府，大家无分党派，全部拢甲政治的纷纷扰扰搭一边，就连当地的警官嘛抵国民队的帽啊，因为这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世界大赛，过86档了后，头一届登来这个所在，民众的欢喜拢看得出来。带着2胜0败优势登来的国民队，面对休斯顿太空人，中国野手罗布雷斯小连续精彩的守备，让国民队无失去分数。That's into center. Back is Robles. It's caught! Springer has to retag the bag. Back safely. What a play by Victor Robles in center field. Wow! 第3局太空人靠小连续安打拢摕到1分，比数正做2比0。4局下半局，搁轮到罗布雷斯上场。That is fair past third. Past Bregman. Digging for third, Zimmerman. They bring him around. And in on a triple to make it 2-1. 但是太空人队伫咧5、6局又搁摕到分数，比分又开大概4比1。国民队总教练马丁尼兹表示，搁若该对包顶管有人，但是欠缺适时安打，这场输了淡薄仔无彩。I truly believe, look, you know, we had opportunities today. We've been doing really well, driving in runs with men in scoring position. It just didn't happen today. So we'll come back tomorrow. You have to earn everything you have against them and tak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nd I think our guys came into the game with in a great mindset. I said that before that, and then I think we just went out and played. 今仔日美国部的分析指出，国民队虽然阁有2胜1败的优势，但是只要太空人队的攻击火力豆豆发挥出来，刷倒来2场的主场，国民队无一定会当占到便宜。伫双方先发投手都有可能出状况的前提之下，两队的牛棚都必须爱先经刷加一难。记者综合报道。逐年的秋冬季节，伫台南北门的内海，拢会当看到一种叫做乌豆鸟的豆鸟飞来遮歇。目前数量已高，已经有几啊千只。伫黄昏时啊，乌豆鸟啊天顶飞，景色非常美丽。就参加的黑腹燕窝，伫空中飞高速的画面，景色是真壮观。佮搭配北门日头落山的美景，敢若一幅真水的画作。因此嘛，吸引真侪鸟友、摄影的爱好者来到台南北门这样卡西湖，来抢翕这季节限定的美景。我们在台湾这边，它像一个候鸟一样啊，在这个季节，那成群一片这样子。整个像结队成群这样子会想的那个真的是很漂亮。今天会出警，所以我们很期待。希望今天会有很好的收获。之前有来过赏鸟，来过北门？没有，第一次。对。黑腹燕窝是生长伫咧中国的北方，只有伫冬天会渡海来台湾过冬天。你是会伫风间内一带四号找物件食，到了暗时才会转去北门西湖附近。伫水面上跳舞的景象，起用叫做自然界的奇观。伊根据鸟友的观察，目前是已经聚集上千只的黑腹燕窝，过一段时间数量嘛将会破万。像这几天它大概是差不多4点50几分鸟群会回来。现在因为才上个礼拜开始，发现它已经开始在北门这边开始聚集了，它鸟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多。目前这几天来观察，应该有4、5千只左右。鸟友讲，近几年来数量是甲以前无共款，只有1万只。不但数量减少，嘛提早伫12月初就离开。但是今年嘛发现奇怪的现象，就亲像今年4月份到6月份，是首次发现黑腹燕窝有少数的族群，大约100多只留伫咧西湖，并无飞转去，是真代表后续的观察。记者吴正云台报道。受到东北风影响，今日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局部短暂雨，中昼过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嘛有短暂阵雨。继续，咱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咱再会。